八子虽说好久没來馬廄了，但那匹馬我都讓這兒的人小心伺候着。老朋友，好久不見，你脾气還是那麼大嗎？義渠人的種生猛得很，這平日啊都沒人敢招惹他。一會兒等他吃飽了，帶他去透透風。是。大公主。大公主。大公主，你是有意在躲避我吗？八子见諒，你是父王的寵妃，我上趕着巴結還來不及呢。你我之間無話不說，從不兜圈子。以前沒有，以後必不可少。這是為何？無規矩不成方圓。八子只要不怪罪我以前的莽撞無禮就好。我幾次去你宮裡找你，你都讓侍女把我擋在門外，說你身子不適不見人。我想知道緣由。提起緣由，我倒是想知道，你找我何事？燕王哙讓位給子之，齊人已經借太子平之名，準備攻打燕國。大王派張子出使，與趙侯雍相約，等燕齊兩敗俱傷之時，共伐燕國。祝你和公子之復國。好高明的計謀。的確高明。這計謀不是你的，也不是大王的，好像並不完全是那個以錦囊妙計著稱的張儀的。大王告訴我說，這是蘇秦的主意。他蘇秦數上策論都被退回，可見父王身邊人才濟濟。為何父王還要聽從一個落魄世子的計謀？大王唯才是舉，物有所依。這話他人或信，我卻不信。為何？張國相是八子的至交好友，他人耀目，豈不使得國相黯然？大公主，這是怎麼了？恐怕他對有些事情誤會了。大王，王后来了。昨日聽到大王有些咳嗽，臣妾特地熬制了貝母百合羹，給大王潤肺。加了蜜糖，很可口。自從函谷關大捷，大王名揚四海，接下來，大王準備如何？王后猜猜。那就是幫着孟嬴母子復國。錯。大王準備巡幸四季。比那更重要。公子們都即將成年，大兒也過了8歲，望9歲了。大王是該看遠一些。臣妾猜測，大王是……寡人已經教訓了韓趙魏3國，下一步就是收拾老在寡人身後趁火打劫的義渠人。前些日子，大王不是讓司馬錯帶着魏冉去收拾義渠人了嗎？他們定會讓義渠人長些記性的。今日戰報，魏冉連連擊潰義渠兵馬，眼下義渠王已經被秦軍圍困在他的老營，寡人打算親自帶兵去征服他們。大王威武，必定一舉成功。這次出征，是否要帶上嬪妃服侍？帶1、2個便可。臣妾想那景氏性情溫和，細心體貼，照顧大王，定是最好的。景氏失去了孩子後，身子一直沒有恢復，出征車馬勞頓，過於辛苦。寡人還是帶上羋月去吧。
芈月曾经去过义渠人的驻地，对那里多少有所了解。芈月服侍大王多年，深知大王習性，他当然是最好的。臣魏冉拜见大王。免礼。谢大王。这就是义渠老营吗？是。他们有多少人马？不足万人。眼下义渠苟延残喘。司马将軍、魏将軍，你们以為下一步戰局如何？義渠人向來狼戾不仁，這幾個月咱們打了幾場大仗，俘獲了不少義渠人馬，也算是給了他們一個教訓。現如今，義渠王和他的部下就被圍困在這山谷裡。前幾日還派人傳出信來，說願意歸降秦國，讓咱們盡快派人前去商討。不過困獸猶鬥啊！有探馬報告說，山谷裡兵馬調動頻繁，只怕義渠人是打算假歸降，而趁商談之際拼死突圍。兵以詐立，義渠人天生桀驁不馴，寡人要當心他們表面一套，背後一套。李八子，大王。丫頭啊，可見過了你弟弟魏冉啊？他在軍中軍務繁重，哪裡顧得上？寡人見過他了，年輕有為，英武不凡。等收復了義渠，你們姐弟倆就可以好好相聚一下。嗯，謝大王。哎，這是幹嘛？